年紀越大，開始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啦，瞓得差，容易攰，面色差，腸胃差，脫髮白髮，手凍腳凍，腰酸背痛出晒嚟啦。黑牌香港品牌，專為香港人體質研發。華後丸35歲以上女士補腎首選，採用黃帝內經配方，嚴選人參、靈芝、蟲草等19種珍貴天然成分，補而不燥，適合長期服用。香港製造 HPS 國際品質認證，適合長期服用。食咗皇后丸之後，11日開始情況有改善，瞓得好咗，1個月手腳暖翻晒，3至4個月腸胃好咗，脫髮情況都有改善啊！我已經食咗6個月啦，成個過程我都好明顯感受到身體嘅部位喺度改善，由最初嘅睡眠質素提升，到氣血改善，再到腸胃健康同頭髮變靚，每個階段我都感受到實實在在嘅改變。所以我真心覺得皇后丸真係氣血救色，女人嘅靚真係要靠養㗎，長期練好先係變靚。